继续来看台北地方法院审理惊吓杀人的案件，阁有重大的突破。检察官发现惊吓信徒之间有一个读册会的群组，内底有一个代号 R 的人士，常常咧发布着命令，但是信徒拢无愿意讲出伊真正身份。检察官尾也是透过 AI 辅助查案，公破着信徒的身房，确定 R 就是惊吓的带头王温。当头章白谱，看起来真礼数有气质。副合作家王云跟人西龙信徒吉他师蔡小姐叫鸡鸭够打。有没有觉得自己很冤枉？月人立会嘛是伊的信徒，甚至敢若伫咧命案发生后，阁帮忙斗上报。不过伊出庭时无认罪，检察官调查到底，总算发现真实信徒包含立委在内，拢加入一个叫做 Mission 的读册会群组。内底对话真侪摆讲到一个代号是 R 的人士，讲一切爱听伊的指导。除了 R 的指示，村里人袂当家己行动，默默下令监视对伫咧身边护法。不过信徒拢无愿意指认 R 到底是啥人，检方利用 AI 查案，锁定 R 就是王云。检方利用 AI 查询，发现 R 讲的可能就是总团副国内底对出家人的尊称零破切，看破信徒的心内，嘛确定王云是案件关键角色。据案件的类型，往往也会参考多样化的资料，并且证人在法庭上面的证词，除非显然有不可信的情形，否则证词势必会作为法庭上的证据。检方透过 AI 推演，找出线索，有证人证词和证据愈有力。不过专家提醒 ，AI 嘛是有伊的盲点。机会去发现一些人为侦查时候所没有发现的一些盲点，因为毕竟他在了解这个人类语义的时候，还是透过这个统计模型跟这个语言推论的模型他可能因为缺乏这个上下文，对于某一些文化上面的这个误解，所以有可能会造成一些误判。检方用 AI 的工具调查真实信徒过往事件，头来尾去，要互凶手付出代价。Hello， 我是张新文。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